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今日位於呢個荃灣市中心啦。咁荃灣呢幾年都冇乜新樓供應喎。咁今日咧，我位於咧一個新鴻基咧，佢用咗花咗8億咁多，補咗2次地價，由一個安泰工業大廈轉型做一個全新住宅項目單位。咁佢提供嘅伙數咧就465伙嘅。咁主要戶型咧係1房2房居多嘅。咁咧嚟緊咧今年咧會第一次首賣喎。咁大家冇錯過啦，咁佢總高度咧應該會起31至到34樓，咁樓下1樓係商用嘅，咁亦都有會所啦，咁成隻純住宅嘅項目嚟噶啦。咁咧我就先帶大家睇下周邊嘅環境配套先。項目位置位於環龍街嘅13至23號，樓下亦都有一個大型嘅休憩用地。項目係位於荃灣核心區嘅工商業住宅用地一帶，所以見到周邊附近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樓宇喺度。大概步行10分鐘左右可以去到荃灣市中心一帶。市中心嘅一帶生活配備已經非常之成熟，咁銀行啦、食肆啦、生活嘅必需品啦，都可以全部可以喺市中心買得到噶啦。非常之方便，步行到荃灣西鐵站都只不過係10分鐘左右可以到達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留言俾我。